乘搭城巴40M 號線，經薄扶林、天道同中環前往會展站，祝旅途愉快。Welcome aboard City Bus Route 40M towards Exhibition Centre Station, via Hope Kent Road in Central. Thank you and enjoy the journey. 欢迎乘坐城巴第40M 路经国福林、街道和中环，前往会展站。祝您旅途愉快。下一站華富村華新樓。Next stop, Larson House, Larson Estate. 下一站華。城巴機場快線全日24小時無間斷服務，帶你從港島、九龍市區及將軍路直達機場或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更設有多條晨早路線。NA21號線通宵服務，每30分鐘一班帶你往返機場及往角。有關薄扶路線服務詳情，請參閱城巴 App 或網頁。所以佢知道個。下一站華富南。Next stop, Larson South. 下一站華富南。因為我鋪佢幫我食咗啲喎。我咪都有着唔到咩？即係要用你部機去着。要問翻阿挺佢點樣手着翻個 LED 波。我話俾你聽。嗰張紙神Matrix嗰張紙真係唔錯啦，你影得相。WhatsApp 俾我。下一站華富村華。依家暫時所有嘢都入一零後。
Memory College Number 2. 下一站余振強紀念第二中學。跟住新嗰啲我又唔知道佢係咪真係行到多 K 60區。嗰啲咧其實就係而家嘅電視咧，佢哋係呢家時嗰隻 extend 啊，就寫明嘅啦。咁跟住咧長即係聖誕樹中間咧，我就唔係用呢個。即係會座位影響到唔設有你。安全帶，乘客必須佩戴。Starting from the 25th of January 2026, passengers must wear seat belts if fitted. 2026年1月25日確定起，咗個成全座位只設有安全帶，乘客必須佩戴。唔係啊，頭先係你話派到108。係依家前睇又派到31，咁然之後先再去諗去升級到 4K 即係已經抗分都排到晒㗎啦嘛。咁第 4K 我仲爭個保質塔，保質塔我諗1080都應該一直爭到108。係啊，因為雖然係 4K 嘅，咁就應該係 4K 但係佢係60%下一站博湖林村，祝福客戶預告博湖林大樓。 Next stop, Hope Fulham Village, ETC Hope Fulham Complex. 下一站因為博湖林村，要職業教性又喺你面前度教你個 input 係幾多幾多，即係我如果你 output 有啲嘢，即係有啲 output 50個 4K 60%係出唔到。因為個 matrix 唔可以話呢個有60，嗰個淨係 30。 input，淨係 input 可以同人教 output 就唔得。我哋應該馬上你哋啲 output 有其他嗰啲所以就變咗係全部。同埋都要再試下邊啲 input 係可以 4K 60，邊啲 input 係可以108自己一。下一站博湖林水塔道。 Next 咁 stop, 首先 Hope 而家 Fulham 叫 Reservoir Road. 下一站羅湖林水塘道。不過問佢都得㗎啦，嗰啲唔使試。你問下上嗰啲嗰啲我都係試清楚啲。試嘅，我驚你冇時間啊！你多呢個題嘢。下一站嘉林道。 Next stop, River Court. 下一站嘉林澤。下一站金光學校。 Next stop, Ebenezer School. 下一站新根學校。下一站瑪麗醫院。 Next stop, Queen Mary Hospital. 下一站瑪麗醫院。